大家好啊！嗱，依家嘅普普馬特咧市值咧超過成3600億嘅嚇，市盈率亦都超過成100倍嘅。究竟呢隻股票咧仲值唔值得咧大家去買咧？嗱，有冇諗過一間賣公仔嘅一間公司咧，市值可以去到成3000幾億？咁佢嘅秘密咧，可能係有4個嘅關鍵字裏邊嘅嗱，行銷模式啦、飢餓式銷售、明星效應同埋呢個銷售嘅渠道嘅。嗱，首先我會講一講普普馬特嘅一個營運模式嘅。咁唔單止係一個賣貨賣公仔咁簡單嘅一個銷售模式啊，咁佢係一個抽盲盒再加 IP 嘅聯合營運模式嘅。咁呢種開箱就有驚喜嘅玩法咧，令到唔少粉絲咧甘心咧一次咧又一次咧咁去俾錢去買呢啲咁嘅公仔啊，咁仲會形成一個二手嘅交易嘅收藏市場喺度。除此之外，再配合飢餓式銷售嘅嗱，限量款1秒鐘咧就可能被人秒殺啦。咁仲刻意製造一啲嘅搶先就先威嘅一個氣氛啦，令到唔少嘅粉絲咧就瘋狂咁追入，仲形成咗一個嘅二手天價嘅市場喺度。嗱，我都想咧分享下咧普馬特個明星效應啊，咁令到咧佢哋咧可以衝出呢個圈子啊嚇。你見到啦，Labubu 啊、Molly 呢啲咁嘅 IP 咧，唔單止咧係年輕人入邊咧就好紅喎，咁仲吸引到一啲嘅巨星，咁例如啦Blackpink 裏邊嘅 Lisa 啦、Vienna 啊，咁呢啲嘅巨星咧可以做到一個帶貨嘅一個嘅概念啊，咁其他嘅嗰啲名人Stephenson 啊、Dua Lipa 咧，亦都紛紛啦跟進啦，咁令到啦由一個潮玩嘅小眾變成全球嘅一個嘅潮流嘅指標。嗱，喺銷售渠道方面咧，普普馬特咧唔單止咧將佢哋嘅產品啦就放喺佢哋店上面同埋電商裏邊嘅，仲將嗰啲嘅售賣機咧係放到商場啊、影院啊、便利店啊，甚至咧仲勁咗一啲抽卡機啊！咁見到咧可以隨時隨地咧都可以令人哋咧入坑嘅，就係呢幾個維度咧，令到咧普普馬特咧喺10幾年之間咧由一間初創公司咧變成咗新消費嘅巨頭嘅。咁問題嚟啦，究竟呢種嘅營運模式咧嘅天花板喺邊度咧？咁同埋當呢個盲盒熱潮退卻咗之後啦，佢仲可以保持一個咁高嘅增長咧？如果你哋想知道更詳細嘅內容咧，咁同埋普普馬特咧究竟可唔可以一個持續性嘅一個增長嘅 IP 咧？如果想知得更多嘅話咧，咁記得啦嚟我哋啦10月份嘅一個嘅課程啦，咁到時咧我會詳細咁講解俾你聽啦。Real World Asset RWA 啊，咁建繼穩定幣之後咧，而家咧陸續咧就有啲公司咧就公佈做呢個 RWA 啦。